豐田 Laura 80裝翻套 Best Sport 老底彈弓，穩定翻架車先，行快啲都唔會飄飄浮浮啊！我哋又過埋呢啲比較凹凸路多嘅地方啦。轉彎位嗰啲準確啊，攞個角度會比以前會準確咗咧。會紮實啲啊！個感覺就係、即係轉彎嗰時冇咁搖啊，或者中頭啊之類咁樣嘅。OK， 一條彈弓有嗰個承托力啦，咁啊可以頂得住啦，撐住咗，咁變咗轉彎嗰時個頭就冇咁中啊。咁同時咧，你亦都可以留意翻一重臂力嗰陣時咧，個頭都冇咁揼㗎，因為以前就會揼啲嘅。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幫助到架車個臂力咧應變，個重心唔會拱晒去前面。轉呢啲彎啦，因為平時如果未原裝咧，應該係開始有少少飄嘅。有兩下搖嘅，係啦，而家就應該冇啦。譬如轉呢啲彎咧，你會架車又會飄飄地嘅。係啊，飄飄地咁樣咯，好似船咁樣咯。一原裝變就通常70啊頭開始會咁樣嘅。頭先覺唔覺啊？有改善咗嘅。有。OK。部車穩定咗，揸起上嚟都開心啲啊！歡迎查詢可以 WhatsApp 63409933，電話27807943，亞洲汽車材料有限公司。